新鴻基新市鎮綜合大型社區下一個星期即將開售，西沙高柏 CLC 523車三房示範單位，全新大型海岸綜合式發展項目，集住宅、運動、娛樂、商場、休閒於一身，西沙全新地標式豪宅即將登場。預約率先體驗未來生活藍本，十大必睇亮點：一、樓價處於近10年歷史低位，入市時機一流；二、沙赫克啲建築設計，極具未來感的流線外形，建築迷必追；三、全港唯一 track 文雷達高球練習場，運動達人的天堂；四、30萬尺高柏商業加運動綜合空間，娛樂、運動、餐飲一站式享受；五、全港最大規模會所，148萬尺，內設168項設施，媲美度假村；六、全新增設多條直達巴士線，聯繫全港各區、西九龍線、東九龍線、沙田線、港島線、機場線等，由基座交通交匯處出發，